我就头个，吃瓦头吃柿子，我偏里杂事，你女来看嘛呀？呀大嘛俺你花杂事，你做来看嘛什么吃家咯？我就头个吃臭头黑子，对嘛意思，阿弟家里么嘛不是呀？嘛对嘛意思，阿面么嘛什么吃家咯？我就头个吃瓦头吃臭子，臭啥一点事，一会儿的做不点嘛呀？臭不一点事，就在乎喝点嘛什么吃家咯？妈咪在爬头个里头臭子。在天来做里做事，你嘛是里边点嘛呀？你来做比里瓜吃下去无合适，明天的个家嘛什么吃家咯？莫瓜头个啥吃石头吃桌子，日下手皮个阿弟在做嘛呀？从我皮个阿面做嘛什么吃家咯？我就头个吃石头蹄子，在非里在事是里边点么嘛呀？在是在节目在事下来看嘛什么吃家咯？妈咪在爬头个瓦头吃日子，下头无喝水呀，在都做嘛做面一么咯？做不呀，怕不在大面就在啥事天下的面糊点咯？我啥马可不可的那么里说的，做里头做的是瓜我啥个我就个子。No, it's just a video.